再来关心咱台视新闻才有的独家报道，人咧讲公听无人扫。新北市中和区保健路不三时发生车祸事故，经过附近的住户讲，平均测3天就发生一件。这个危险的路口拄啊好是咱看到安平里、安和里，还有泰安里的交界。假使若是要带入这个车红灯，或者是伫路要做一个瀑布，互人减速的物件，一定爱另外一个里同意。上尾泰安里的里长拢总连续附近100外户的住户。无简单，伫咧路口斗青红灯，嘛希望这个路口唔通搁再发生事故。外送人员骑过路口，砰的一声，直接就弄着火车。同一个所在，乌托摆经过巷仔口，超故意骑较慢的，想袂到汹汹冲出来一台火车，就甲乌托摆弄出去。马路哪好口，都是用来讲亲像新北市中和保健路61巷的巷仔口，讲着车下住伫附近的人是无奈笑笑，因为因讲3、2天就会发生一摆。有一点习以为常。对啊，太多了。最高的时候大概是2件到3件。常常发生车祸，敢讲是因为风水唔好。里长派头，伊讲因为这个危险的路口真正是真特别。原来新北市中和区保健路的61巷甲44巷这个路口，拄好是安平、安和甲泰安3个里的交接处。因为车的伤济，泰安里长5、6年前就来申请铺设这个减速的物件，想袂到有一个安平里的里民反映，半暝啊车若经过，声伤吵，只好来拆掉。2年前，搁来改装4光号这灯，搁拄到这个安平里民讲，光害会影响因厝内人休困，搁再来拆。说这个闪光号子的它的那个亮度影响他们的客厅里面的视线，因为现在最主要这个点就是卡在3个里，唔是三不管的所在，是这个路口真正是伤特别啦。3个里的民众的关系拢爱顾，唔管要装啥物，拢爱经过大家的同意。若无就是白了工，一直发生车的嘛唔是办法。泰安里长一个人走遍3个里，一间连续100户，即马总算是成功啊，会当动工来装这个大型的4光号这灯。希望这个路口莫阁继续弄袂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